哎呦，阿姨啊，听你讲，因真是好野人哦。是啊，所以讲哦，即马我要叫你冒充因囝周俊生。啊，我敢有法度？你无去想看卖啊哟？啊，迄个周俊生啊，已经叫退休时啊，啊你也毋是毋知影啊。啊，即摆因酒家遐尔有钱，啊可怜哦，佫无后事。你即摆去做因的囝，啊算讲哦传因的后代，啊顺便去接收因遐个财产。哦，安尼算起来你嘛是咧做公正咧。哈，哎呀，你讲啥？我去捡人的囝，啊去霸占人的财产。我用另外一个角度甲看起，我算吼替人来接受迄个香火，算做功德哦。对啊对啊，哎呦，迄做别人代志，拢嘛看个人心肝底安怎想的个。是讲阿姨啊，即摆伊人伫倒？哎，即马吼，我甲留伊住踮咱遮，啊，即摆叫阿平啊去传房间要互伊住。哦，应该车无毋对咧。借问啊，成，是真有够成的啦！你甲阮兜的李小姐遮尔啊成啊？毋过人伊都死啊！规定哦，世界上吼成的人足多啦。你好。是啥物贵事？我自我介绍啦，我是陈家查某囡仔，我叫做玉萍啊。啊是安尼啦，恁大家吼，讲叫我甲即张被交互你啦。阮大家嘿。有啥物代志是？哦，恁大家吼，伫阮陈家吼找到伊亲生囝咧。我无亲生囝。嘿啊，哦，伊足无简单，才认着的咧。多谢你哈。所以甲即张被吼交互你，啊你会记咧摕恁大哥看迄，吼。是。吼，我来走啊嘿。我啥？高兴。我无当时有亲生囝。是安那是玉萍送回来，宝宝的亲生囝伫阮兜，到底是啥物人？呸！谁家？宝宝啊！阮某，怎么咧喊我袂补的？早起庙的去拜拜，你若毋转来，你就讲什物寄批转来？哦，即马，有法甲即个咧送批足紧的。喂，恁母啊寄批来。相公，相公，你的面容好出济啊呢，屁拢落去啊呢。这吼拢会感谢爸甲你啊，若毋是爸吼去贴这那好的药啊，还佫有你安尼准时咧转花啉，免有可能好遐紧。爸，是安怎先？我找到我亲生囝，我找到我亲生囝。对啊，爸，恭喜你哦，找到亲生囝。这款小眼者看者，我哪有成周俊生无？有啦，演啦，毋过甲人的乞囝比起来吼，人是比你吼缘投骨了10倍咧。你真正配咧招你啊？玉萍啊，讲话哦，毋好遐尼刻薄。虽然哦，人安尼毋食人，也毋过哦，甲我穿衫嘛有成人啊。拜托，恁两个慢慢讲，安尼甲我记。上无我即摆是好野人呢。我嘛是你名正言顺的这个未婚夫了哈，对无？话莫讲遐紧好，毋知哦，咱要认你做囝毋呢？那这哦，搁较无问题。我有即块玉佩，啦，我毋惊咧。好啊，等人哦，若要认你做囝的时阵哦，再甲我讲情事啊。杨小妹，那呢，你肯嫁我吼？忙啊忙，等啊等。无鱼虾嘛好，袂当嫁人财哦，嫁一个钱财嘛袂歹啦。龙交龙，凤交凤，阮姑的交东王，这两个真的是迄个气势袂拉吧，妈。你即摆咧讲啥？相公，这样暗啊，你哪还袂要困？我袂忝，我无想要困。你是有心事啊？无啦，我哪有啥物心事？相公，你明仔载要去采药的，
无吼，你先去困好。好啦，后影，咱是阿妈某，假使你有啥物心事，你一定爱讲我知影，毋通搁要心花的。无啦，我无心事啦，你放心。啊，你会较早休困的，你也看，这那暗嘛天气凉凉啊，你穿甲安尼吼，较细腻，若去有感就知影。我先来休。会痛。哎哟，真正有影足欣赏的啦！恁迄个勇敢的相公对你阁袂歹哦，惊讲你这个勇敢的鬼啊去赶着，笑死人！毋则安尼，鬼啊本来身躯就冷叽叽啊，也会去赶着。会痛。你莫安尼啦，伊是我的相公，关心我是应该的，安尼讲哪有毋对？好，我知。你咧食醋吼？我会食醋，我是咧甲你困笑的啦。我会来的目的就是主要要甲你讲一项消息。其实吼，恁相公即摆所认即个老爸甲老母吼，是真正亲生恁相公的老爸甲老母呢。什么？公公婆婆是相公的亲生老母老爸，对啊，敢真实的？真实的啊！而且吼，恁即个公公甲婆婆吼是足好个的哦。伊会装作客食出来认囝吼，就是惊讲认着的囝吼，后摆对伊不好，将伊的财产甲伊拐了了，所以才打扮安尼出来伫咧刺客。想到这个代志，我会毋知影。因为你的道行较轻，我的道行较深嘛。婆婆，喂，若是安尼，是毋是吼？用个麻烦你甲我讲，阮相公吼未来的命运是安怎？ Oh no， 不告诉你。你逐摆嘛安尼，啊无麻烦你甲我讲，讲阮公公婆婆去认即个亲生囝，认即个假的亲生囝到底会安怎？公公婆婆是毋是会互骗去？ Oh no， 天机不可泄露。哎呦，你是你是咧cứu啥货啦？老的，你真是要将天良啊来冒充着准星啊哟！啥物咧无冲？迄天良啊，本地就是准星啊啦！我甲你讲哦，为今仔日开始啊，伫即个世间上已经无天良啊即个人啊啦。老的，你安尼做敢好？是安怎咧毋好？我见过你哦，即件代志啊，敢若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剩的拢无人知哦。你若甲我上斗出去啊，恁祖妈绝对无要放你煞。你不爱去，是啊，免来会用的啦。爸吼真无简单，才找到伊失散的后生，啊，搁再讲我自细汉就无爸无母啊，啊嘛无兄无弟啊，啊，即摆我加一个兄弟出来，你毋着爱做伙来去才好。相公，这我了解啦。也毋过你敢知影送批的人是甚物人？啥？玉萍啊。玉萍？玉萍毋是恁兜的查某囡仔？是啊。我嘛不爱去。是安怎你无爱去？外云啊，你敢知影当初时吼，咱是相带走的了。我即摆若甲爸做伙去，安尼毋是咧自找麻烦？相公，我若无去吼，公公是袂讲安怎？啊，你是伊的客囝呢？怎么讲即摆是要认伊的亲生囝，你无爱去，安尼公公敢会怪你？也毋过你甲想倒转来啦，万一若真正吼去互拎出来，恁爸一定甲你带倒转去啦。啊，到时阵我毋煞变无某。哎，食好食好，哎呦，行，我无要去啊。啊，你啥都无去？对啦，阮某人无爽快啊。啊，无爽快，赶紧啊！若较无爽快，无去叫大夫来看讲安尼啦。免啦，爸，啊，我踮厝遐顾啦，啊，你家己去就好啦。好啊，安尼嘛好，你也顾好哦。我知。万一若准啊讲有啥物代志，我就找你算账，有听无？好，爸来去哦。啊，行好嘞。哦。大云啊，我是足烦恼的，烦恼讲吼，爸即声去担假，啊，万一若讲将咱住伫咧遮个代志讲出来吼，看要安怎就好。你是咧烦恼公公，也若我是咧烦恼玉萍。啊哈！孩儿周俊生拜见阿爹阿娘。哎，毋免多咧，紧起来，紧起来。多谢阿娘。哎呦，阿娘哦，这个20多年，我想你的呢。大汉啦啦。
你敢真是俊星啊？对啦，阿爹，我俊星啊，你袂认伊啊？若要讲我的囝俊星啊，岁头是无参像你遐尼多岁哦。啊，我亲家啊，哎哟，但这时间经过都已经20年啊吼，人拢嘛会变，迄当然你嘛袂认的对无？俊星啊，有，你身躯毋是有一块玉佩？迄个玉佩，紧摕出来，恁阿爹阿娘认啊。有，我煞袂记得。有啦，我拢早来先过边。那阿爹，你看嘛，玉佩伫遮。就是即块啦，阮岳父啊身躯吼嘛有一块呢。哦，讲啊，即个俊星啊是偌有孝咧。伊讲，伊即世人若是找无伊的亲生老爸老母，伊永远都无要成亲咯。真是的哦，真乖哦。你哎，